話今日日頭咧都繼續係會好曬好熱喎。係啊，思齊喺戶外做嘢嘅朋友咧，要做好防暑措施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6.9至到30.3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5.8至到28.3度。轉睇下衛星雲圖，高空反氣旋就係為華南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㗎。咁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預測大致天晴，但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日頭炎熱。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展望聽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，日頭酷熱，星期日北風逐漸增強，隨後2-3日風勢都幾大，氣温顯著下降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、珠海多雲，中山多雲，江門雷暴，肇慶佛山雷暴，廣州東莞雷暴，惠州雷暴，深圳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